呢個係一個旗艦嘅頂樓單位，一入嚟473尺，長方形嘅廳，廚房、廁所、煤氣。洗機、高層開揚，呢間做咗櫃嘅房，應該係衣帽間上手。呢個係一間房，又係做咗啲櫃。不過就兩邊大單邊，兩邊窗，第三間房都係大單邊，兩邊窗，有一塊櫃。